此为止呢？叫着伙伴去冒险，勇士们请登陆！现在登陆的是拥有感化人心笑容的正义战士勇士陈科，关不掉的跑步永动机勇士郑丹妮，一箭击中你的心的超能甜心射手勇士谢安然。哎呀，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比基尼海滩的比奇堡集团。海滩吗？完了，恶龙现在都说不出话了。说不出话了吗？没话可说了吗？哼，我是无语。什么比奇堡集团？是的，从来没听说过。快点开始吧。那一定是你太土了。你才土！我天天跟美龙斗舞。那你跳一个，来。胆敢嘲笑本龙，你等着落水吧！完了呀，恶龙遭到人身攻击了呀！昨天他比较凶狠，今天真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哎，我们 slogan 是，对，我们的 slogan 是梦想、汗水、坚持、一文不值。捂嘴。好的，没有什么，我们的口号是做大做强，什么都不值得，唯有双开大冰箱是值得的。好，双开大冰箱，我们来了。别废话了，谁先来？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奇堡的海绵阿宝陈科。那这三个人组合这一瞧，虽然外表甜蜜，给人甜如蜜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海绵，那就更应该带水里喽。勇士陈科，你准备好了吗？好，来到第一关15000年，我们陈科也是一个非常喜欢跳舞的一个选手啊。他之前有一个舞蹈被大家称作就是地板烫脚，所以我很期待他能走到我们此路烫脚这个关卡。3连登陆，哇，通关很迅速啊！哇，从现在来看，陈科身手矫捷，他这个整体的造型啊，给人感觉到挺灵动、活泼、可爱的。但没想到他的在场上那个动作还很敏捷，而且还真有点体育的小素质啊！哇，不错不错，哇，哈哈，台上摆这个 pose 都这么的灵动。看看前方有雷。哎，优雅，实在是太优雅了。我觉得可以出发了，朋友，漂亮。好的。腿好长。哇，我们科科子真是帅气兼甜美的代表。好快。没问题，前方有雷，我就是排雷专家。哎，接下来来到无限循环。我觉得这一关要小心，还是有一定高度的。与其说我觉得叫什么宝组合，比奇堡，比奇堡组合不如叫甜妹组合啊哈哈啊，应该说叫做来自比奇堡沙滩的甜妹组合。看到非常的沉着啊，要往上走，要往上走，从绿色的那一格跨过去。陈科表现不错，不要着急。看得我好紧张啊！表现不错，好的，来了，开放麦，漂亮！首先，我要在这里感谢我的好朋友谢安然。
然后呢，希望我的队友安然跟丹妮等一下一切顺利，不要受伤。还有感谢哔哩哔哩，然后我的账号是正义的 CK， 还有感谢我的公司48，希望大家都坚持梦想汗水和坚持。陈科是现役的 GNZ48 的成员，平时性格其实是非常冷酷、高冷的，但是感觉在以冰箱为目标的这个催使下，笑容都是挂在脸上的。曹操来到了他的拿手啊，叫此路烫脚。看看今天怎么样，是否真的烫脚？哎，很聪明啊！哇！哦，学习了，学习了。真的很棒，这真是技巧。哇，不错不错不错。看他们过得这么轻松，我觉得我又行了。哎，没问题。哎，你瞧，另外一对小姐妹给队友啊跳着舞，打着节奏，在加油。来到了圆珠骑士，哎呀，看看，好的，哇，这个姿势非常漂亮啊，而且非常实用。又一个好的，陈科不愧是3位美女组合当中打头阵的啊。放心，没有问题。他手已经扒住了另外一个，哎，有惊无险，虚惊一场，虚惊一场。好的，哇，胜利在望。这个是求求你了，没有任何问题，坚定信心，一个一个征服不在于快，而在于节奏。哇！一步一个脚印，而且节奏非常快，速度非常快，简直是风驰电掣呀！好，又是一个背着冰箱登上高地的小姐姐。不知不觉，陈科已经拿到最后一关。小姐姐陈科此时不忘了她的优美造型，还在整理一下她的刘海儿。哦，来了，胜利又近在咫尺了。哇，今天的女生都好厉害，女勇士们。加油！哇，慢一点！不要着急，刚才是突然脚下一滑，虚惊二场，坚持住，坚持住！加油了！哇！等一下！到这一关的时候，体力其实已经用了很多了。是这样的。沉睡的生命金字塔，肆虐着大地的风沙。阴谋被野心家孵化，风雨眼神埋留下纸砂。抬头仰望，弯刀般的月亮。加油！那遥不可及的星辰，在暗示着宿命无常。幽冥在夜色中狂张，谁将在壮士身怀印章？尼罗河上。他咬紧牙关，终于上来了！哇！第2位登顶的少女勇士。作为你们比奇堡集团第一个登顶的女老板，有什么想对你的同事说的吗？这2个冤种推我第一个出来，我真的是 thank you 了，谢了。就是反正注意安全第一。恭喜你，陈科，这是你的发货单，你获得了单开门冰箱1台，期待你的同事们能够跟你一样来到这里。哇，漂亮！元气满满，我们小偶像表情管理都非常的满分，在咱们 B 站叫什么？欧气满满。我们走了这欧气之路，在我们少女勇士的脚下已经变成了花路。啊，哇，尤其过这个，求求你了，真的是太漂亮了。大
大家好，我是来自比奇宝集团的痞老板。这小姑娘她有体育的天赋，她还是一个跆拳道的黑段高手。现在小姐姐都这么生猛。为什么叫痞老板呢？是因为我今天就是自带了2根痞老板的睫毛，我每化一次妆呢，就会牺牲1只痞老板。今天呢，我只牺牲了1只痞老板，然后现在的话，我要开始闯关啦，因为我们的宿舍刚好缺1台冰箱。他带着他员工一起在比斯堡海滩来团建呀，发现了。不过就是侥幸罢了。我不相信你也能突破我的重重关卡，准备落水吧。勇士郑丹妮，你准备好了吗？15千年，这是比奇堡组合的第2位出场的姑娘郑丹妮。她在这个环节当中的这个过关的这个脚步的姿态啊，和前面的姑娘都不一样，以沉稳而著称。好，现在来到了3连登陆。她还有一个绰号叫什么？宇宙第一驯兽师。郑丹妮这个小姐姐，她家里也有很多只小猫咪，听说之前带回家过5只小猫咪。我觉得驯服猫咪都不在话下，我觉得恶龙更不在话下。所以到目前来讲做的动作，前面我给她统计了，80%都属于4肢着地，和他们家的猫非常像。你看，又是一个虎扑4肢着地。看看前方有雷。不知道今天能不能看到她标志性的 Type C 笑容，我真的很是期待。因为观众们看就是郑丹妮小姐姐，她笑起来嘴角是 Type C 充电口的形状，哎，被人称作拥有着非常标志 Type C 笑容的。哎，你说这个美女我知道，我看过她好像还是个美食家，就尤其那个蒸蛋泥特别好，把这个鸡蛋蒸完了以后，哎，蒸蛋泥跟她名字一样，蒸丹泥，所以蒸蛋也特别好吃。现在来到了无限循环，面对这个怎么样？哎，哇，他在跨越这个动作，你看刚才那一跨没有任何犹豫啊，动作非常的连贯。但是现在呢，该停则停，该快就快。走你，好的，成功，非常漂亮。这个开放麦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才艺表演的环节呢？我的话就是希望，如果我真的不小心落水了，我的姐妹们不要拿它当微博头像。然后，如果我拿到双卡门冰箱，其实我有一个愿望，就是Tango Z 老师可以锐评一下我的原创 rap 曲。可以吗？可以满足我吗？加油吧！希望等一下，然子不要受伤，然后体力不是很好，这样吧。接下来该到他擅长的项目了，啊，因为郑丹妮呢还有一项特长，她还是一个跆拳道的黑段高手。接下来来到了死路烫脚，哇，怎么样？你看，他这跆拳道的功底已经体现出来了，两脚修长，而且呢，他不用太去够，因为他身高足够啊。哇，非常轻松。谁说我只能驯服家中5只猫？今天我要当宇宙第一驯龙师。看我能否成功？爱的魔力转圈圈算得了什么？哎，这摆个 pose， 哈哈。不如就拿这个做微博头像吧。
我看行。pose 环节，为了不让自己落水的瞬间成为头像，我觉得大家还是很努力的。来到我们的圆珠骑士，不知道今天能否驯猪成功呢？哇，这一个个圆珠刚才跳得如此之猖狂。好的，很好。哇，突然抖动，沉着冷静，不要着急，稳健，好。哇，好的。接下来，这几乎是倒数第2关，求求你了。他在认真的观察。怎么一上来，来了一个猝不及防的姿势？哎，哇，他采取和陈珂一样的这个步伐和节奏。你需要镜子吗，妹子？好，现在宇宙第一驯兽高手来到郑丹妮最后一个环节，来到最后一关，要做宇宙第一驯龙高手。路过的蜻蜓还在这里，好奇看我的表情。哇，丹姐表情管理可以啊，丹姐在这么难情况下还保持微笑。看清外表性感的心智如此神秘，越爱越有说不完的话。恭喜我们今天比奇宝集团第2位女老板在这里获得了这张快递单，恭喜你了，比一下喽。哎，听说你是不是要展示一下你的说唱？发给您的微博私信，然后让你锐评一下。没问题。那对于你们比奇宝集团最后一位要来参加的女老板，你觉得对她有什么期待吗？你可以的，小冉，加油！哇，你看郑丹妮今天这一路上过的动作非常的轻盈优美，而且她既显她这个身高腿长的这种优美姿态。哎呦，你看这个动作那是 P 图 P 不出来的，这种节奏这种感觉，很有运动天赋。我已经预感到这一组的萌妹选手已经可以全员通关，因为接下来安然也非常强劲。也非常强劲啊，非常强劲，因为他精通很多项极限运动，会射箭，会射击，会攀岩。哇，你期待着比奇宝姐妹花的压轴关。我是海间星光派大星谢安然，然后我是我们比奇宝的最后一位参赛选手。就这样，今天3台。安然小姐姐加油！啊，这不可能！勇士谢安然，你准备好了吗？哇，他刚才只给上半身画面的时候，我以为他在平地上走。是啊，如履平地，就这样啊。不愧是我们比奇宝沙滩的派大星选手。你看，难以想象啊，穿上这个洛丽塔这个裙子那么的漂亮，那么的唯美。现在呢，穿上这个运动服，又是那么的青春，那么的潇洒，哇！我的好朋友派大星，请你加油！大家看到场上是安然，安然现在很轻松的跨过了前面障碍。来到了无限循环。对他来讲呢，无限循环只是他人生当中的小小一节，他可以在今天的比赛里边呢轻松过关，没有问题的。安然，让我们心里面无比坦然。好看他呢，没有什么犹豫。好像对整个的道具关卡的设置啊，都非常熟悉。穿过去，漂亮。看，
看好时机。哇！来到我们开放麦。哇，他是到目前进入到这个平台当中最快的一个。我的 B 站账号是谢安然，请大家多多关注，记得给我一键3连，这一期也会做视频的。然后我已经用我的魔力把我的拍立得传到最高的地方了。我希望我上去可以和我的朋友们，还有就是摊爸一起拍很多的照片。然后我还希望就是教摊爸就是跳我的那个扑通扑通比心，教他花式比心。好，我出发了。尽我全力，好不好？学一下那个叫什么舞？那真是让观众们太期待了。这姑娘呢，平时有个特点习惯，经常也搬家，从西子湖畔呢搬到了扬子江畔，从杭州呢搬到了上海。希望她呢今天再赢得一个电冰箱。接下来来到了叫此路烫脚。哇，你看，哇，此路烫脚真的体现烫脚了。什么叫烫脚？就像安然这样迅速过关，这才叫真正烫脚。哇！看得出来已经运动天赋点满了，每一关都通过的非常的迅速。我现在相信了你刚才跟我讲的，他在运动项目当中呢有天赋。哇，这一组真的太强劲，哇，太厉害了！来到我们的圆珠骑士，他做了个假动作，嘿。好，哇，这个圆珠啊动得很厉害。好，圆珠还是有规律的，稳住，抱住，好的。一定要抱住前面的2只耳朵，抓住一个就可以。稳住，稳住，稳住。哇，猪啊会停一下，然后呢，中间这只猪停顿的时间就长。漂亮！哇，太棒了，安然，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太棒了！我觉得可以先歇一下。他不会受我这个老男人声音的蛊惑。他现在呢集中精力，他现在是要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同时积蓄体能。哇！太漂亮了！这几个动作堪比刘翔啊！哇！观众朋友们，你没有看错，你没有看错，现在谢安然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关，比奇宝集团很有可能成为哔哩哔哩向前冲历史上第一组全部在第一个高台登上的团队，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加油，谢安然，你会安然无恙的。对，如果跟不上就休息一下。前倾，屁股往后卷，对，然后踩，脚先到，对，简单吗？哎，安然还是很聪明啊，他可以在旁边休息一下。是的。哇！观众朋友们，你现在正在见证的是我们哔哩哔哩向前冲第一组整组过关的冰箱到手，哇，太棒了！3、2、1，三位女老板有什么想说的吗？我们一定会成为富婆集团，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48传媒没有软妹，属于你的一个单开门冰箱的快递单。谁看了不说一句好家伙？比奇宝勇士团可爱又强大，是哔哩哔哩向前冲史上第一个全员通关的团队，一波走位秀得天花乱坠。来，准备，3、2、1。